的闪示，流阮的闪示，看见黄昏的天气，愿真心感着阮离开夜冬季。在我不知等可惜，踮在阮身边，难分难离，做泪滴，心爱的道理，请你唔通来伤悲，好好过日子。双人在江边，双人在江边，天面已经是一年。今夜的送别情话，更加太美丽。你也在阮心里面，不敢来分辨。若到他乡，阮也是会来思念你。最后希望你原谅爱上的男儿。蔡丰正大哥，老师你好，我觉得你唱歌有绝招，这个绝招就是跟一般的绝招不一样哦。第一个就是你很认真，你的认真不是普通的认真哦，你是那种非常重视这个机会的认真啊。然后你的选歌呢，你不会去选一个你不理解的东西啊，你一定有你的画面。人跟这个画面连在一起的一个连结。第三哦，你那么势在必得，对不对？我建议你跟老婆分居一段时间，啊，因为感觉上你很有机会一直比下去哦，所以就是感冒你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定要断你几根出来，对啊，哈。然后今天这首歌的表现呢，我觉得前半段非常好，好，就是比如说。那到他乡阮也是会来思念你。后面这两句哦，我觉得如果你更有一个转折的情绪，让它更柔软一点，我觉得这歌会更超乎大家想象，啊，可以进步啊，谢谢。那个李白真的，我觉得你好，因为我感觉有些人就是那个天生的条件就是会很特别。像李白的那个低音，我觉得万中选一啦。声带可能是很跟人家构造不一样的，因为给音唱落去的时候，其实控制力还蛮好的。这条歌头前咧行的时候，我是讲给音有法度唱到安尼，若要变起来会变做安怎？结果他翻上去的声音其实稳定度也是很高。那我觉得这个。很难得啊，所以说在这个难得的天生条件下面，他又愿意，或者是说他有感受到这件事情，选择这样的歌曲跟 key 的 range， 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后的表演的想法。那然后另外就是这歌日本的老歌，有一歌较特殊的编曲的方式哈。那当然刚刚听到这首歌，其实它浅浅的有一种节奏感，这样日本歌慢慢的推动，噔这样子推动着哈。所以其实我对李白唱这条歌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期待，我想讲这些节奏性顶悬的物件，伫表演顶悬我都看到无。因为唱歌虽然是唱歌，不过对阮看表演的人来讲，其实阮看的是一个整体，阮看到你伫台顶的样子，然后除了声音之外的样貌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因为我感觉李白一定有法度想这
关于这首歌的故事还是呈现方式啊，所以我很期待李北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，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再处理一下，可以让你的表演变得更细腻那样子。谢谢老师。